来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过年时啊，大家钱水较饱。 加减会买菜罐，会买刮刮乐来试一下手气。新北市的树林有一间菜罐行，这个头家查囝的同学，每一年过年拢会来菜罐行相找。今年因为车害去迟到，想要换新车，大家都公家出钱买刮刮乐，买一本。若是考到，就有钱通换新车。想袂到真正幸运，互因考到200万，佫考到一台免入的车，大家是痛甲欢喜甲噗噗跳。 几个好朋友伫菜馆行内底有够欢喜，佮唱甲南做伙，因为因先生嘛想袂到讲买刮刮乐会中200万甲一台进口车。怎么约的时间今年那么慢来？对，我就打给他们，结果他们有人就是他们车子故障，然后就看到那个上面那个看板2000万大红包，就那一台车。 因为有同学车过路，必须去签着大家约的时间，才会促成因6个人合购36000块买一本刮刮乐。车子已经老毛病了，已经坏好久，然后那天就开就熄火，然后就气到，就直接在车上说，直接啦，大家合资买一个啦，刮到这台车我就直接拿去报废。 真正是有够好运，除了200万，还佫有这台将近200万价值的白色的进口车，是讲遮侪人合购嘛都爱卖掉，才会使分。另外，挖苦这款2000万的超级红包抽大奖的，还佫有因。将为七夕迄一天，台中这间菜馆行挂伫壁顶的刮刮乐，熊熊就咧落落来，有2个女性的人客，一个想吐。 一个是有心，其他人客随想着讲这是好吉兆。兔子都很多，然后觉得说就是又是兔年，就是财神眷顾，他就说，他叫你的兔宝宝给一点暗示啊，有没有在动啊？我说有哦，正在动哦，然后刚好就掉下来了，然后他就决定就买那一张，就也就刮中了100万。 另外，伫台北菜馆行嘛有科技厂的女员工招同事合购，连买2天的刮刮乐，结果中100万。以后台菜统计到2月为止，还有6个1000万的头奖，6个200万加进口车也未有人中，100万的奖项嘛，也有653个。咱乡亲不妨去试一下手气，看敢会使替家己赚一个大红包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